好似今晚我認住你哋，可能係俾呢隻歌引咗入嚟嘅。白花油與你一起，精神爽利，係咪啊？瑞士糖啊好味道，瑞士糖啊好味道，大家來食瑞士糖，瑞士糖好味道。Smarties， Smarties， 又香甜又可口，大家愛食聰明豆，又香甜又可口，聰明仔食聰明豆。有冇引過你哋啊？冚唪唥有食過啊？好嘢好嘢。咁咧我哋引細蚊仔咧就成日引，另外咧又有引老人家嘅。而家諗起咧，我心就好似唔係幾安樂，因為嗰陣時我哋係唔知噶嘛，係嘛？就係教啲老人家食煙啊，勤哥。女嘴 Capsidon， 女嘴 Capsidon， 人人話佢好，人人食 Capsidon。記唔記得呢隻歌啊？我寫詞嘅，個歌咧係 Uncle Vic 一個非常好嘅菲律賓樂師 Vic Cristobal 先生，哥斯堡先生寫嘅，係嘛？係嘛？咁我自己咧就寫過一隻咧，都好影響香港呢個社會㗎，又係仙杜拉唱嘅。不過初做呢個 test tape 試音帶嘅時候咧，就溫拿嗰5隻嘢同我唱嘅。嗰5隻嘢唱嘅時候係原裝版本，同後來出街過有些少唔同。隻歌係咁嘅，勤哥。兩個就夠晒數，兩個就夠晒數。生仔也好，生女也好，兩個已經夠晒數啊！你無謂追，無謂追。生得到你未必好，生唔到你就生壞肚啦！你顧住個老母，顧住個老母，兩個已經夠晒數。個原裝版本係有呢2句嘅，但係負責呢個廣告嘅個周梁淑怡咧就話黃霑你成日都顧住老母唔俾，咁就 cancel 咗啦，係嘛？即係點解即係老母都會即係唔俾出街嘅咧？你哋各位記唔記得嗰個廣告啊？咁你哋明唔明點解叫人哋家庭計劃會喺啲艇度拍咁搖下搖下咁樣兩個夠晒數咧，係嘛？咪驚啲艇仔超載啊？佢唔係，原來咧有原因嘅，因為咧係專同嗰啲疍家、啲水上人家宣揚要家庭計劃，所以咧就咁樣就下嘅。因為你知啦，上晒岸嗰啲人咧個個都知道唔好差咁多㗎啦，啲水上人家咧就未知。咁你知啦，喺個海度生活，喺隻艇度又冇乜娛樂噶嘛，咁啊所以啲疍家咧就生成好大竇嘅。咁啊，就算個太太唔想生，嗰個老公嗱，大家住嗰隻艇咧，最多喺呢度到嗰度咁啦，係嘛？咁長呢度啲橛都冇噶啦。喂，老婆嚟啦！唔生啊唔生啊！佢一追，哇！艇頭仔都追係艇尾，艇尾又追到上頭。追得2追又整多件出嚟啦嘛，咁啊所以咧係必須要同佢哋講係2個夠晒數，所以咧就無端端咁樣就揾2個人就下隻艇啦。啊聽聞話幾好喎，而家啲疍家冚唪唥都上晒岸，冇乜水上人家，就因為2個夠晒數。點知佢聽錯咗，2間買晒數，冚唪唥走去買咗好多樓啊！而家話水上人家嗰啲有錢到不得了啊！嗰啲樓多過大家㗎，幾乎係嘛？咁咧好啦，講到呢度，你有同阿輝哥傾下偈啊？輝哥嚟，喂，係，你覺得嗰個歌係咪好難作嘅咧？
廣告歌更加難作啦，因為越點解咧短嘅嘢就越難作。越短嘅嘢越難作啊！我講歌啊，你唔好差咗去第二步。我爭啲以為你媽咪生你嘅時候難產添啊！同埋越簡單嘅旋律同埋歌詞就越難作㗎啦，係咪？咁咪即係你真係讚我隻哥哥呢樣嘢嚇！我寫咗一隻歌叫做《愛你愛到發晒狂》，係用9個中文字就寫起啦噃。係咪啊？愛你嗌到發晒狂啊，亂發狂啊，就發狂啊！嗰陣時 Polygram 嘅呢隻歌，哇！打電話嚟喂，佔哥乜咁少字嘅？真係啊！唱嚟聽下先，唱嚟聽。咪就咁咯，愛你愛到發晒狂啊，越發狂啊，就發狂啊！愛你愛到發晒狂，好似男模咁嘅咋？但係好嘢啊，校長阿倫啊，唱到好行啊！但係我又作咗一支歌咧，仲簡單過你嘅支㗎噃。咩歌啊？係啊，細路哥唱嘅。係咩？旋律同埋歌詞都係我作嘅。你識寫歌詞嘅咩？我以為你淨係識音嘅啫，唔識字嘅。咁啊，呢個唯一首嘅歌詞係我作嘅。咁咪要大家都要聽下啦，係嘛？勤哥。1、2、3、3、2、1、1、2、3、4、5、6、7。2、3、4、4、3、2、4、5、6、7、8、9、10。好嘢喎！呢隻歌唔係民歌嚟嘅咩？唔係，嚇係你作㗎？歌詞都係我作添喎。咁你真係叻喎！